劈價！荃灣路德圍地鋪減價700萬，6月限定叫價2400萬，回報3.3厘，機不可失。WhatsApp 62067091啦。荃灣路德圍65至75地下 M 鋪現正放售，鋪位建築面積約800平方尺，鋪闊約17尺6，深約35尺，附設3上100M 電、洗手間及來去水等配套，距離荃灣港鐵站只有3分鐘步程，亦係通往巴士及小巴站嘅必經之地，人流絕對有保證。路德圍為荃灣掃街及揾食勝地，雲集超過20間人氣食店，吸引本區及外區客源。路德圍周邊均劃為行人專用街道，並有天橋引導各方人流，令路德圍成為一個人流匯聚嘅地區。荃灣人口約32萬，再加上大量外來工作人口，客源不絕。另外，規劃署已將現時荃灣柴灣角工業區內約10.9公頃嘅工業用地改劃為商貿地帶，地積比率9.5倍，將促進地區轉型及提供更多就業機會。預料當區物業價值將必受惠，鋪位現租客為人氣食肆。買鋪唔使煩，買入盛匯商鋪只需每月租金5% 費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。